虽然现在市场欠工，不过事业找无头路，民众也是一堆。不管是职能无稳定，也是无一技之长等原因，劳动部分嘉南分署长透过拍开职业训练的这道门，就希望让需要民众来这练功夫。请启动。象征受训学员开启成功之门，迎向美好未来。职人齐聚，实现愿景。我们有看到我们分组有这边远到40公里以上距离的学员，我们提供宿舍1个月清洁费只要300元。那有些人很关心说，在这边吃的怎么办各包括现在物价通膨的很厉害，但是我们有自有的餐厅，3餐只收130元那如果不吃早餐、晚餐，光中午受训期间的便当，我们50元50元菜色至少有4样菜那汤跟饭都是无限供应，所以我们笑说学员进来的时候本来拢无啥营养不良，结果结训的时候，大家拢胖10公斤所以这边可以学到技术，然后又可以有的身强体壮这是一个很好的职训技能的养成中心，欢迎大家踊跃来这边学技术。分署长相当感慨表示，政府这么好的资源，甚至符合资格民众1个月才300块，得当大家专心学习。不过真侪人也是唔知影，所以会长都来邀请学员来分享因受训练的心得，见证学习的环境甲师资以外，嘛特别打造3D 虚拟智慧场馆的系统，透过360度的情景互动来消解30门训练课程。让民众不免出门，得当认识相关的资源。云嘉南分署今年特别有建置虚拟的这个场馆的导览那目的是因为分署地处会比较偏远，那很多的乡亲跟民众对于各项的职业训练的种类不是很清楚。那如果要来到实际上的场馆参观，我们都非常的欢迎但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那也有一些乡亲是因为比较远我们会欢迎他们就借由现在的资讯网络科技，进到我们这些虚拟的网络场馆里边，先去做职业兴趣的探索了解我们里边各职业职种的内容，还有场馆设备的样貌之后，那如果有兴趣就可以来进行报名所以现在不管是实际上的这个空间或者是虚拟的网站都很方便。那欢迎我们的乡亲能够踊跃来进行这种虚拟网站的实境的参访。分署表示，每一档因至少开办65个职前训练班，会长嘛特别定限网络行销班，包括画图软体、影像编修等创意商品的结婚成果，互需要民众来参考。强调只要有心学，都有希望。今日新闻，阮是何超邦采访报道。